大家好，歡迎嚟到貓和調飲師嘅有聲故事第3集。今集會講到粉星子覺得自己唔夠好，唔夠好睇，覺得自己方方面面都好似爭咁啲咁樣。粉星子喺地球嘅日子入邊，周圍都係遍佈住海報、明星、模特兒、演員、歌手，就連行喺街上面唔同嘅女仔同埋佢身邊嘅同學都會見到係好識得點樣去化妝，個個都明艷動人。但係佢嘅圈子嘅人都係唔化妝嘅。佢其實都好想學㗎，只係冇同頻嘅人。佢心入邊就諗住，如果係從底層靚出嚟，其實唔使化妝去遮住啲瑕疵啊。因為如果化妝嗰啲用品喺塊面上面甩咗，咁就會現咗真身出嚟㗎咯噃，變相就會嚇親人啦。所以其實五官唔差嘅佢，亦都對自己嘅長相好唔滿意。睇到周圍個個都係靚女，眼神都好羨慕喎。一睇到自己真實嘅模樣，包括係有毛孔啦，有細紋啦，皮膚比較黃啦，面上面有少少嘅斑點，就會變得非常之冇自信啦。之前提過，因為係時空嘅缺口，粉星子跌入咗一個叫做希心國嘅一個空間入邊，亦都未揾到返去地球嘅方法，所以粉星子就喺希心國嗰度呢住咗落嚟啦。喺呢一度，佢同埋 Bookie Mimi 一齊喺店入邊為客人解憂。佢自己嘅情緒亦都係喺傾訴之中得到咗治癒。呢邊嘅生活唔似喺地球咁樣，每日都係好忙碌，包括忙碌工作，亦都忙碌生活嘅細節。佢可以喺呢度畫畫、創作蛋糕，喺 Bookie Mimi 同埋 Petit Collider嘅陪伴之下，同埋傾聽之下，佢開始發現，原來佢自己一直都忽略咗自己，其實完全唔了解自己喎。所以粉星子喺完全唔識得照顧自己嘅情況之下，譬如從護理、起居、飲食、興趣、愛好、嗜好、着衫打扮，想住喺邊度，點樣住，以至想去邊度玩，去邊一度，全部都係好含糊、好模糊嘅。經常呢就係以以下嘅說法去形容自己想做嘅嘢。學校要求點點點喎，工作嗰邊公司要求係點點點㗎，父母嘅要求係點點點，人哋話呢要點點點咯，從來都冇講過嘅一個角度同方式就係我其實想要係咁樣咁樣。所以其實佢唔識得去揾自己好睇嘅地方去放大自己嘅優勢。喺呢一度，粉星子就慢慢學習認識自己，不停咁樣去觀察同埋思考，
有一次，佢喺一個綜藝節目入邊得知，原來有人都竟然會鍾意眼睛細、單眼皮嘅長相喎。咁佢就發現，其實呢個世界各花有各眼係真㗎。即使唔符合大眾嘅審美標準，即係嗰種標準嘅靚，都係另一種靚嚟㗎喎。粉星子開始試住去欣賞唔同嘅膚色、唔同嘅五官，無論係喺街上面、電視上面、手機上面，佢發現單眼皮喺肺面都係細、嘴巴都係細嘅配合之下，其實都係一個幾順眼嘅樣嚟㗎喎。啲牙唔整齊，但係笑容上面加咗唔同嘅表情，亦都係好可愛嘅樣。身材呢，肯定係有高就會有優勢啦。但係身材係五官之外第二個重要嘅外貌。當然啦，之前提過高有優勢啊嘛，所以有高有瘦梗係靚㗎。不過呢一種都其實係一種標準嘅美嚟嘅啫喎。其實如果身材矮一啲、嬌小一啲，都會好睇㗎嘛。有時企埋一齊，身高嘅缺點反而係一個優勢喎。諗下喺一大班185cm 嘅人當中，身為163cm 嘅人，其實一睇落去就係最顯眼㗎咯喎，係咪？嗱，咁有啲呢又唔高又唔矮，都會有煩惱係嘛？因為呢咁就唔突出咯喎，呢份平凡係好高或者係好矮嘅人都冇嘅，或者呢一種安靜嘅日子都係優點嚟㗎。高嘅人呢，就可能因為太高啦，成日都要彎腰；矮嘅人呢，又因為太矮喎，成日都要呢墊起個腳尖，咁都會好攰㗎嘛。嗰啲唔高又唔矮嘅人嘅好處，咪就係唔使成日彎低腰，又唔使成日夾腳尖咯。第三個嘅外貌呢，就係手腳同埋啲手腳甲啦。嗰啲好長又好幼嘅手指，即係俗稱嘅漫畫手啦。佢呢指甲嘅甲床又長又靚，睇落去呢非常之優雅㗎喎。其實係女仔都會想擁有咁樣嘅指甲㗎，因為呢種漫畫手真係好靚。粉星子望住自己一對比較短、比較細嘅手指同埋指甲，腳甲呢都唔係話特別好睇，又開始吟沉沉喺度講啦。點樣先會變得好睇呢？買咗一大堆甲床增生嘅液返嚟，諗住搽咗就會好啦。但係其實佢都知道，呢啲只係商家嘅宣傳手法，消費者喺買嘅時候就係買一個希望嚟安慰一下自己。因為呢啲手型係天生嘅，其實後天都冇話一定改變唔到，但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同埋去試。直到呢，佢就見到有個好靚嘅女仔，發現佢嘅指甲嘅甲床都好短㗎噃。而喺明星入邊呢，佢都見到有唔少貌美如花，但係指甲呢，通常呢都係嗰啲粗糙型，即係肥肥地、短短地
嗰種，先至覺得其實都冇咩好糾結啫。然後呢，佢又喺度睇啦，自己嘅頭髮啦、皮膚啦，都喺青春期嘅時候呢開始長喎。女仔喺青春期嘅時候長嗰啲嘅毛髮呢，就好似一條條好幼嘅頭髮喺啲手手腳腳度咁樣。咁皮膚呢又會出油啦，毛孔又會粗大啦，呢啲都係青春期嘅時候都會常見嘅一啲症狀。佢發現呢，同年嘅人入邊呢，有啲人竟然冇呢個問題喎，而且仲好好睇添。以前粉星子呢諗極都諗唔明啦，佢今日突然間就明咗啦。其實就係因為嗰啲同學，佢哋好早就勇敢面對呢一啲嘅問題，做資料搜集，要點樣清除呢啲咁樣嘅問題。人哋喺6年嘅中學時光入邊奮鬥，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去處理毛孔粗大、皮膚多油等等嘅問題。比起粉星子呢，其實佢呢喺嗰陣時就冇好動腦筋去處理呢啲事情嘅。佢啲同學呢就好高壓同埋好唔懶惰咁樣去研究啦。最後呢就有咗粉星子眼見嘅成果。好啦，跟住呢就係咪一定瘦先至靚呢？粉星子佢就唔算話特別瘦嘅，睇落去雖然係纖瘦啦，但係其實呢都有啲位係唔係好滿意嘅，即係會啲肉鬆泡泡啊，又可能唔夠結實啊，又有啲位係啲肉唔夠好睇咁樣啦。後來呢，佢就發現，咦，其實如果要睇落去好睇呢，就係嗰種 firm 啊，即係有線條美嘅，先至係會食極都唔肥，而且又 keep 住身材好睇喎。因為呢，而家呢，大家又流行呢個曲線美啦。之前嗰種好瘦嘅平板身材呢，又唔係好受歡迎啦。咁佢呢，又睇到嗰啲好瘦嘅明星呢，又係好好睇㗎喎。咁呢一種小眾嘅美呢，都係靚，又唔一定要好有大嘅曲線嘅。睇到嗰啲人為咗曲線嘅靚呢去整容嘅人，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咁粉星子又唔夠膽去試咯，佢最驚就係痛㗎啦。咁嗰啲手術呢，就肯定做唔到啦。好啦，日子一日一日咁樣去過，粉星子呢，慢慢呢就去到30歲呢個關口啦。喺呢一個年齡嘅時候，佢慢慢呢就學識咗去欣賞青春嘅靚，亦都了解懶先至係唔靚嘅源頭，亦都明白到其實唔同年紀嘅魅力呢係各有味道嘅，每一個階段都有佢嘅獨特性，個個嘅靚呢都可以係可愛嘅點唔同嘅。譬如啦，小朋友可愛嘅點呢就係率真可愛，青少年呢就係喺變成大人之前嘅靚，通常都係有飽滿嘅膠原蛋白啦。初成為大人嘅人呢，仍然係貌美如花。有啲啱啱開始成熟嘅人呢，即係嗰啲輕熟女啦，
會有一種天生入邊呢帶一絲女人味嘅。成熟咗嘅大人呢，雖然呢就會有少少嘅皺紋，但係佢嘅智慧呢就會有一種知性嘅美啦。大齡嘅人呢，即係差唔多步入青年嘅中段嗰啲啦，咁佢嘅皺紋呢，其實都會印咗喺面上面嘅啦，斑點呢都會有少少現出嚟啦。不過佢哋身上面就會有一種從容不迫嘅冷靜嘅靚啦。初老期呢，就係雖然好多皺紋喺眼啊、喺額頭啊咁樣，頭髮呢都會有啲白色嘅出嚟啦，可能會有黑有白咁樣相間住嘅。但係呢個時候呢，就會有一種氣定神閒嘅靚喎。中老年人呢，滿頭白髮啦，咁樣，但係會有一種氣色紅潤、精神飽滿嘅靚。蒼老期啦，即係去到已經非常之老嘅階段啦。佢呢，成隻眼入邊呢，都會有睇透世事嘅一種感覺喎。就算有細紋又好，有斑又好，都掩蓋唔住呢佢呢一種安定嘅行動自如嘅快活喎。呢一種都係一種靚嚟㗎喎。而家呢，粉星子就明白到，其實標準嘅靚呢，係世俗入邊呢最為大家所接受嘅美態。世界如此之大，人人都唔係一模一樣嘅。呢啲嘅標準就好似考試讀書嘅參考線，過咗就肯定會被定義為好睇啦。如果過唔到呢條線，就會被定義為唔好睇。但係呢條線係邊個定噶？都係人啫嘛。呢啲嘅參考資料唔係用嚟否定自己嘅用途嘅喎，係要鼓勵自己揾到特點，將佢發揮出嚟。考試高分都唔一定代表聰明，只係佢更加識得點樣去攞高分，冇必要為咗咁樣而去否定自己。快啲去揾出自己嘅得分位啦，可以學習點樣去得分㗎嘛。譬如眼睛要有大又有神先至有分，咁去學畫眼線咯，貼假眼睫毛，搽睫毛增生液，或者畫個眼影，練習一下大眼嘅節奏操運動嚟嘅。呢啲都係技巧，完成咗呢一個部分之後，分數肯定唔會太低啦，起碼唔會唔合格。就好似咁樣，一個個外貌上面嘅項目都去拆解，點樣會有好成績？得分多就唔係話最好嘅，係揾到最理想嘅自己先至係最大嘅目標。因為每個人嘅容貌面貌都係唔同嘅，就算相同嘅化妝、相同嘅運動，都可能有唔同嘅效果。要記住一點就係，化妝係傷皮膚㗎，保養先至係對皮膚好嘅。每一件事都有利有弊，權衡咗之後，揾到接受又舒適嘅範圍就最啱啦。其實又要化妝同埋落妝冇分別，要有好大嘅心機同埋功夫，先至可以喺每日嘅保養同照顧入邊做到嘅。正所謂靚女唔易做啊！粉星子而家知道錯啦，
過去佢自己其實因為好懶，冇去護膚，但係過咗去嘅事情都改變唔到，個底未打好，呢啲瑕疵都唔會消失，除非去整容啦，或者去用醫美嘅手段，但係後遺症都幾大㗎喎，或者係用化妝去冚住佢，但係化妝係暫時嘅咋，人又唔會24小時都會化住妝嘅，不如誠實咁樣面對自己，接受呢啲嘅唔完美。皮膚就係一套皮囊，呢一個皮囊嘅美，除咗佢外表睇到嘅嗰部分之外，其實一個人嘅靚仲包含好多嘢㗎噃，例如有佢嘅個性、智慧、談吐、行為舉止、面上、五官、表情、聲線、語氣、神態等等都有影響㗎。靚係一個多個維度嘅嘢，唔係一個平面，所以而家覺得唔滿意嘅狀態入邊，想要再加分，就要用心去揾啦。具體嚟講係咩呢？就係去認識自己，了解外貌入邊嘅優點、缺點，學識點樣去得分，將自己優點嗰方面發揮出嚟。咁呢，缺點嗰方面呢，就梗係稍稍咁樣輕描淡寫啦。咁就去展示自己出獨特嘅靚啦。呢一個先至係活出自己嘅一個妙方。Bookie Mimi 就喺粉星子嘅手入邊，因為粉星子抱住佢，咁呢，就對住粉星子咁樣微笑啦，覺得佢呢一個領悟呢都幾到位。而飲品精靈呢 Petit Claire 就為咗呢個外貌焦慮呢，整咗一杯嘢飲喎。杯嘢飲就叫做賞悅目，欣賞個賞，喜悅個悅，目光個目，嚟到同粉星子打氣，相信佢一定可以做到㗎。粉星子就開始學習護膚、試住化眼妝、練習表情，每晚都會塗睫毛增生液，開始勤力咁樣用面膜，多咗留意自己嘅狀態，亦都好用心去了解，就佢自己自身嘅狀況而言，點樣為之可以變靚嘅一啲方法。今集故事就去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嘅收聽。今集嘅幸福語係：靚係展示出嚟嘅魅力，標準嘅美只係其中一種。祝大家都揾到自己獨特嘅魅力。我係 Nina 糖糖。